19歲嘅最強星二代魔童張霧童終於出招啦！今次唔係晒身高，而係直接晒女朋友一段甜到漏嘅聖誕短片，令到全港網民都喺度揾緊，到底呢位可以收服魔童嘅女仔，到底係乜嘢來頭？點解連網民都話佢似足後生版嘅袁詠儀？講到張智霖同袁詠儀呢對圈中絕配，佢哋個仔張霧同魔童真係由細靚到大。轉眼間，魔童已經19歲，但個仔梗係有自己嘅感情生活。日前，佢喺社交平台分享近況，雖然鏡頭開頭係影住棵聖誕樹，但重點係隨後入鏡嘅嗰位神秘女友好快就成為焦點。睇住兩個人一齊行街、玩搖搖板、盪秋千，嗰份清潔又甜蜜嘅感覺，真係隔住個熒幕都感覺到陣陣初戀味。最令網民驚訝嘅係，魔童呢位女朋友唔單止五官標緻，仲有一對圓咕碌嘅大眼，氣質清純得嚟又帶點英氣，簡直就係靚靚2.0。唔怪之得大家都話，魔童揀女朋友嘅眼光真係同佢老豆張智霖一樣咁好。其實早喺2023年，魔童就曾經曬過同一位長髮女仔喺琴行彈吉他嘅相，唔通當年嗰位就係依家呢位？面對個仔公開戀情，老豆張智霖接受訪問嗰陣就表現得非常大方。佢一邊笑住一邊話：我諗呢個係佢私人事情，我唔回應啦，哈哈！呢份開明嘅態度真係唔話得。相比起好多星爸星媽嘅嚴密保護，張智霖呢種放手嘅信任，反而令到大家更加欣賞佢哋一家嘅相處模式。由當年抱喺手入面嘅小朋友，到今日可以喺街頭同女朋友放閃嘅19歲少年，魔童嘅成長係咪令你有一種時間過得好快嘅感嘆？睇到魔童女朋友咁似袁詠儀，你覺得係基因決定眼光，定係純粹係緣分嘅巧合？如果你係張智霖或者袁詠儀，見到個仔19歲就咁高調拍拖，你會選擇好似張智霖咁大方祝福，定係會擔心影響佢嘅學業同前途？快啲喺下面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，記得訂閱我哋，冚埋個鐘仔，一齊追蹤更多娛樂圈入面最真摯嘅家庭同成長故事。